彩凤啊，你眼睛都快看不见了，还洗什么衣服呢？哎呀，我会洗的呀。姐姐，里里外外都是你在忙着，姐姐，你太累了呀。好了，不要再哭了，哭瞎了眼睛，我不是更累了吗？啊，快进屋去拿眼药敷一敷啊。姑姑，姑姑，姑姑，你的信。哦，我的信。谁接我的？一个老先生。哦，是你？喏，他走了。这是谁呢？姐姐，是谁写信来了？啊，是告诉我们审案的消息的。啊，是了些什么？他说我进京告状，皇上已将案子发回浙江再审，杨巡抚欲把案子交接无罪之父、绍兴知府等人去审了。欲落到本省官员手中，这案子能翻吗？信上说能翻。哦，姐姐，说给我听听。因为省报发了许多指责官府年营逼宫的文章，皇上一下子不准用刑。再说这次审官都是外地调来的，没与利害关系，所以叫我们赶快告诉南华必须过审讯时赶紧翻供。姐姐，写信的人是谁？我看是以前来过的人。啊，你记得吗？是他叫我们上京告状的。对呀，他就是不肯露面，不留姓名，真是个大好人呐！菩萨会保佑他长命百岁的。彩凤，这位先生一定是衙门中人，听他不会错。对，姐姐，我们快去见奶父，也要告诉必须姑，明天去杭州。必须姑，我去见他。你眼睛不方便，我去。姐姐，这次我一定要去。在
街上哦，陈衣裳，送你送人，三呀我受披裳。谁可以这老年富对眼看就成刀下跪，我把子冤，莫奈你，莫奈你，莫奈玉娃，快起身！哎，虚姑，碧虚姑，你在哪里？碧虚姑，你在哪里？碧虚姑，大嫂，碧虚姑，你大嫂，碧虚姑，大嫂，碧虚姑，要让我家破人亡。你还我丈夫，你还我丈夫，碧虚姑，你还我丈夫，切不，这是大嫂，什么情况？当闹闹，你还我丈夫，虚姑。不要怪蔡翁，丈夫破绽，家破身亡，他心里苦啊！大嫂，你当得好，你骂得对呀！
怎么成这样了？雨姑的用赢了吧？雪姑啊，到这时候了，你讲我一句老实话，你和内夫到底有没有事情？他究竟有没有将你骗上？大姐，你可以不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二爷呀。我相信内夫，也相信你呀。大姐，可是你几次奏功，事事要是内夫不帮，这不是把内夫和你自己统统变成死路吗？大姐，我爷爷难尽啊！东堂招公从千军，你不给，事事要是不反攻，眼来复过上天理，你不给，把内务逼进地狱门。大姐，你该怨，你该恨，虚故事故该死的人，是今世千回万回亦无用，我陪伴千刀万剐是报应。你死也不该拿我丈夫点滴呀！一片死在为情，阴曹地府还要审，内务原文清净根，念我还要用大银，刀山火海上你过，编织变更须头生。大嫂，杨家陪我一生，永生永世记在心，恨昏官丧尽天良复生道，不让我失望去用意，战赢战得十指断，失去我来能谁喷？几次审讯越反攻，呼应相将凶与狠，虚故我自去所思不去生，到来时愿变犬马报答恩。虚公，快起来！你既然没有做过亏心事，就要活下去。今天我们来，是畏惧内务，也畏惧你呀。救我！对，我还能救吗？能啊！只要你能反攻。杨大姐，你看我满身一身，这双手指被斩断了，我的膝盖被火砖烧烂了，就是为了不让我反攻呀！虚公，大姐，我受不了苦也。这次审讯不会用赢了。我曾2次上京告状，皇上下了圣旨，
神官结完了，还不准他们用银。真的吗？你一鼓捣就知道了。啥事真的不容易，我要反攻，我要杀真王，我要杀真王！徐公，姐姐，这是真的吗？这死掉就是上次送信的先生接的，不会错。神官绝完了，皇上还严令不准用银，真是反攻求生之时啊！对，哎呦，反攻，反攻！待必须鼓上当，待必须鼓上当，待必须鼓上当。必须鼓，多次胜利，你都遭人阴间谋夫之罪，今日高呼冤枉，难道想反攻不成？大老爷，已经胜利，小夫人傲饮不顾，只得胡乱造人。今日都是青天大老爷，小夫人再不反攻，不敬爱姬，还为杨乃武阴间谋夫，统统是被严刑逼出来的，冤枉，冤枉！必须鼓，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冤枉，可是杨乃武招供却是全班证人与你同监督府，你怎能反攻啊？大人，杨乃武所造，小夫人不知，我愿和他当堂对质。好啊，来呀！逮杨乃武，逮杨乃武！杨二英，必须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你害得我好惨啊！已经反复怒从
前，恩爱胸膛，眼冒烟。昔看旁人还无辜，我堂堂正正可对天。今日公堂面对面，你还我轻判，你还我轻判，系我冤。我请吧，还下去，摆下去，大人，杨乃武冤枉啊！走，杨乃武，你本已造成谋夫夺夫之罪，为什么现在反攻啊？讲，诸位大人，你们看看，我是莫真营上，比有艰难，受不了哭音，只得违心造功。为了保全性命，以便日后反攻昭雪。你以为时机到了吗？到了，为什么？因为两位大人秉公执法，不同大应，所以乃武官说实话，求大人为杨乃武伸冤啊！你是看本官软弱客气，不管用刑吧？事故大人也要同意，乃武就不反攻。不过，乃武还要上告，上告什么？告你们一丘之貉，沈传严刑逼供，看你们如何向皇上交代。大人，哎呀，退让，退让！哎，走。臭啊！哎呀，哎，哎，这个案子怎么审呀？啊，全反了！哎，众位，你们看怎么办啊？徐大人，不要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嘛。哎呀，怎么会一下子全反了呢？我看啊，他们是成功了。他们是久经公堂，官司老岁了。看我们态度平和，没有隐居，当然反攻喽。看来玩得用刑。哎，不可不可，皇上有旨，不准用刑。你敢不正治吗？这就难了。副代大人把案子交给我们审，不接不行。接下来办成反案也不行呐。哎，你说此案到底冤还是不冤呐？啊，明先生一看就知道了。呀，我问你呀，我不是。哎，诸位，我看啊，不要急，用一个字，拖。什么这不妥啊？此案审来成你的，八国不及于语，啥事一查明白，抵得3年无罪不能改。我有病常咳嗽，不能在此举得里，高家养病为无罪，病好再来生死局。气功高明啊！我是绍兴地方官，一副他是忙不完，岂能在此举不回？只得抽空来办案。
真不在，真判案，我是园林这根班。园里公事是三绝，我只能来往两对歌。这部剧脱下来了吗？主哎，我们如此办案，胡台大人知道了会不会见怪？我们的前程可都在他手上呢。他见怪啊！哎，他巴不得拖呢。哎，拖得越长久，他就越高兴啊！你能猜到他的心思？为什么？哎呀，快说呀！杨梅路，儿子成空高于长，八大不敬诉冤枉，申报刊登举国子，不得不光再期望。将责任往下推，我们是君替谁养？错判错与谁？犯案已难防，追苗拖着等他死，于是有种结账无罪之父谢光因病告假。王爷园林曾报算，实因本院公务繁忙，要委员处理，也来告假。哦，他们都要告假？是。准假。总承大人，他们都告假了，这杨乃武的案子审到几时才能结案呐？让他拖嘛。拖到何年何月呀？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你急什么呀？案子久拖不决，实是9万御史狱中，总承大人恐怕不好交代呀。有什么不好交代的？老夫子啊，你是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懂啊？在下真的不懂啊。两岸曾经34审，自我上罪判死刑，如今审完去反攻，你竟要本怎么审？承认他冤枉，过去错判谁责任？要他不反攻，生死攸关他不肯。我只得慢慢查，慢慢审，举头不决是生人，这是拖到他于死。天大的冤
已烧尽。忠臣大人，原来如此美话，怪不得上正审官员们可以请假。不过，假如上头来催问此案呢？上头催问？不为的，不为的呀！大人，按惯例，命案发生，上头总是抓得很紧的，以便求审通过。忠臣怎么是不为催问呢？你去看看地报，朝廷依法上谕，说皇上玩天花之戏，向全国增聘民意，看来病得不轻啊。有句京冲密报，只怕皇上过不了这个年呐。朝中人心惶惶，乱成一团，哪有什么心思过杨乃武的案子？你去告诉谢光他们，让他们统统请假，为自己的衙门准备出大事吧。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杨大姐，杨大姐，你是？你不认识我了？哎呀，是先生！是啊，快到家里去是吧？先生，请。请。最好。先生，请。裁缝，快端茶，来客人啦！哦，先生，请坐。好。姐姐，先生。姐姐，哪位客人来了？居然悄悄将我们送好消息的好心人。好心先生，你请坐。好心先生，你请坐。眼睛怎么了？她是乃武的妻子，为了乃武案子，眼睛也瞎了。好端端一个小脸附体，竟被一场冤枉官司弄得是家徒四壁，惨不忍睹啊！先生，家破不要紧，身被冤死，死不过心呢。杨夫人，不要哭，不要哭，哭也无用。我今天冒雪来此，是要告诉你，杨乃武身在囹圄，十分凶险，得想办法救他呀！先生，难道案情欲变吗？不要惊慌，不要惊慌，现在不为有事，可是外救外财，无事会变成有事啊！先生，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们没有感觉到
这案子一直在拖着嘛。是啊，这案子是同治13年9月发生的，现在已是第2年了。今天我去衙门当听，说皇帝驾崩了，因丧不办案。哎呀，这一拖要拖到几时呢？皇帝驾崩是不办案的，但也拖不了几天，新君就会登基。我原以为新君登基必定大赦天下，乃无冤案也就赦免了。谁知昨天接到上谕，乃无罪罪不杀呀！啊，乃父怎么会罪罪不杀呢？赦免是裁决案的完成，乃无之案未结，所以不在赦免之中。而乃无的罪名是没负特务，罪轻重大，所杀而不赦呀！先生，乃父和徐姑都已反攻了呀，这是冤案呐！大吉啊，这昏官能给你上报实情吗？你还愿他去拖着不审，一直拖到生死狱中，这就出事喽！天哪！裁缝，他们要把乃武关死在监狱！裁缝，是老李半生苦难熬，谁得铁靠家定了，切不报谁不好，引伤疼痛似火烧，生涯问重要，寒冬风日到，问你流英时，无依无呀，有几个凡人更逃命，那是神经体曰念王庙。官府却这样不本子，官府有啥责任？凡人是基于有事，官府不用责任条，冤案错案都完了，他必会见更笑。乃无理。先生，求你救救乃父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就是来叫你们救乃武的嘛。你们还要到京城控告，只有一条活路。上这案子脱离浙江官员，叫刑部审理，才有伸冤可能啊！先生，我2次进京告状，结果都是发回浙江，实在上京告状愈发为原地，怎么办呢？不错，我想开春之后新君登基，必定召开科考试，杭州举子都会去京城应试。你们可去求他们，请他们到京城联络这些京官，让京官们举责上奏，新皇上为乃武鸣冤，求朝廷将本案交刑部审理。如此去做，也许会有转机。先生所言确实，尽管中亚东算大人曾为我出力，我就举子们去找亚大人。很好，一定要快啊！杨大姐，我因不平，为天下蒙冤之人，竟勉力相助。
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姐姐，祝你们平了圆月，乃吾平安回来。告辞。先生，你多次为我们美化伸冤，大恩大德回报，总要留个心思相连，以便日后拜谢呀。先生，留个性命吧。不必了，不必了，先生。大忌。我本是贵己一书生，就靠各种金衙门，莫渡官场开昏案，只报纱帽不报名，乃无平白谁无言，试问扫地心不平，因此暗中来相助，但求良知答案问，今日冒险来见你，从此自证归山里。先生，你们都保重。告辞。先生，好人啊！算今日于此隐蔽之上，是欲加一道风仪，系官渡有于互相维护之诚信。明知下属横行，且我失之已非，算有别无乎？而不共加以处分，两极平行，则明亡不可言尽。余案之案是故为冤案，而不为上司所审，则王政亦可为之见矣。唉，胆子鬼大的，管骂朝廷命官。哼，申报怕什么？你讲乃哦。不过骂得很中肯，也是中的。我们这些官员本来就靠营生定案，自个疲惫，现在又加上官官相护，明知生错了，还要保护，老百姓的愿望就无处可伸了。哎，这些话朝廷言官都不敢讲，申报讲了，痛快。唉，可惜呀，可惜。可惜什么？可惜保官这官讲话只能实施而已，无权审案呀。而朝廷言官却有权为原民讲话，上罪身上。可惜言官不言，下民之冤就无处可诉了。亚公，你是少着万字骂我呀？岂敢！唉，我这就言官开口，为下民伸冤造谢呀。下公此来于明堂，自上马外论断肠，杨乃武小小冤进全国，两次进口不下场，
申报上去管讲话，眼观岂能不生长？你来看，一片追着一些好，明日好奔上朝堂。王大人已写好奏折，可非让下官先睹为快呀。请吧。营口张营即日中，朕王苏瑞愧罪。为文官复审重案，依程专讯，请钦派大员秉公查办，以息济冤，而人心也。好，组织得出，用字明确，有眼观铁骨风范。不要吹捧了，再看。好，且浙江余杭县名武隔别子夺比本府隔平连误判举人杨乃武应解同谋一案。上年4月间，杨乃武报见杨觉正，前报赴督察院陈述冤情，经督察院视为浙江无人复审，因原文官不计为误。同年9月，杨乃武之妻杨专日前报复述冤情。清风御旨，撤教务镇杨昌军都同日亲历审罪，曾请问该部委员复审后，个别是接见报审等具有高出实情，实与杨乃武无干。该审官等明知事有原意，地于为无同僚，安难从实办理。正审官员具于设法特审，以致实据未能昭雪。好了，这不要多了。他要我管什么？他要求太尉钦派大员前往查办。这个王素瑞，杨乃武不过是个各职举人，冤枉也好，不冤枉也好，都不是什么大事嘛。干嘛要我派大员查办？小李子，你说你？老夫爷声明，杨乃武是什么？还一直骂你，死了就死了呗。不过累你长期吞声，朝廷也不能不管。况且杨乃武的命虽不出见，但这些地方官员判案不力不公，冤案出多了，对朝廷不利。我看叫浙江一镇吴瑞来去进查一查吧。这老夫爷，王素瑞玩个伏片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浙江文官怕杨乃武反攻，欲按他们的见证，想等杨乃武等人死了，便可毫无结案。为了防止浙江官员暗中布置杀人灭口，所以请求太尉下旨保护审判。他们为吗？好吧，在狱之中假戏，念此陈审之冤，将杨乃武隔壁是案内要证托为宽官，听而审讯。倘遇鉴别等情，皆知该冤等以应得之罪。这见。啊！吴大人，请。请。
请。浙江学生吴瑞兰听旨。臣吴瑞兰接旨。浙江民务各别日夺比本府各平连贪污举人杨乃武通奸同谋一案，经杨昌进委员复审，此案情节集中，只因彻底根究，以息冤误而成信念。昨吴瑞兰提及全案人证卷宗，并供年审确清，以及水落石出，吾得维护统管行虎结案，只干纠理清此。万岁！万岁！万岁！哈哈，吴岳的，请到花园一叙。杨宗仁，请。好，吴岳的，杨乃武一案自同治12年10月11日案发，到今天光绪元年5月，历时已有2年。本是一桩小小民案，只因本无才疏学浅，未能生成信念，以致身上圣策撤换官员。今日交与吴钦差复审，想来必定一审结案，不负老佛爷圣命啊！哎呀，杨宗仁快别这样说，吾妹是个考官，身为有证，从未败案，怎可与忠臣相比呀？哎呀，谦虚了。朕乃上谕知命委派，不得不正之审理，朕待忠臣指教你。哎，指教不敢啊！请。哎，杨乃武一案10分棘手，已经原复灭，且本无再三年刑，而他仍不获法。其保级杨觉珍及其专裁翁多次进京，鼓动这些官员周文身上，以致本案越闹越大，越来越乱。更有那申报唯恐天下不乱，推波助澜，切腹官府不公。唉，以致众议沸腾，如此情势，本无也挫折为难啊。请。请坐。幸亏朝廷圣命，将杨案交于吴岳的审理，必能酿长高明，医了此案呐。忠贞大人，切莫对吾妹期望过高。哎呀，世间善事都难以审结，吾妹何斗能，岂能审结？万求忠贞大人多多指教啊！我你贫贱相同，岂敢私教于无君？本案曾经30回审，全审定。杨乃武是姊妹冤兄，大人今日来复审，关系到浙江官员大众，他们的前程在你手中，千万要慎重，要慎重。杨宗仁话中有话，是压力让我痛，相思痛。
难得成功，杀兵功，推翻原破，得罪人万无穷，思来想去难杀人。一根骨刺更为龙。怎么样，吴老弟有什么为难吗？众人啊，说句实话，我只懂得事后考试，不懂审案的。这案子几经反复，与国际审案老水审理，而杨南武还能反攻，还能惊动朝廷特知夫人，可见升官之难呐、我将事后查算呢。其实说难也不难。杨觉正2次上京成功，结果呢2次都辞为浙江从审，可见圣上还是信任我们浙江官员的嘛，是不是啊？那是，我这个钦差还是浙江乐台，还是浙江官员嘛？对了，吴月台的年终考绩，为官评语，还是我们浙江上吹的吗？是。哎呀，说句不客气的话，还是我杨某人给你写的吗？是，全场众人照应了。那是软。哎呀，不过啊，考绩虽是我写，可我也得听国际官员对你的评语啊。所以嘛，吴大人不要得罪人啊。人助人处且助人，你的前程无量啊，何必为一个区区杨南武而结怨于浙江官员嘛？哎呀，听君一句话，胜多10年书啊！忠臣，这案子该怎么审？可以教我了吧？我给你12条。第一，要闭门灭声，防止申报政治说三道四，又去制造什么舆论。同时也要防止杨觉正他们了解案情，有伤精神高尚啊。那第二呢？第二，请吴大人仔细查阅本案所有卷宗，特别要查阅杨觉正2次告上审问，看看有无雷动，以便置他于死地。看文章照片里，这不正是你学来的看家本事吗？是成交啊！来呀，将杨南武一案所有卷宗移交给吴钦差。请。吴大人，请。老师爷呢？老师爷说年老体弱，不胜公务。哎呀，这可老夫子啊，此则为乡啊！裁缝，哎呀，裁
彩凤啊，乃屋的案子遇生变故了。姐姐，怎么了？我在杭州当听到案子交接浙江一带吴才兰重生了，这吴才兰闭门灭声，谁都不知消息，我就接着赶回来了。姐姐，那怎么好呢？可惜那位好心的先生不在了，到哪里去当听消息呢？姐姐，我们去监牢，问问乃屋是怎么生的。不真团结了，连关在杭州府的司法也不真结了。啊，乃屋不正经，司法也不正经。姐姐，申报上有没有消息？申报也传不到消息，等的都是自责官府闭门灭声封锁消息的文章。老天爷，你太绝情了，这不是走登乃屋处死吗？彩凤，莫客气，莫较劲，神道举此诚自清，乃无生年老月里，居民健康我你，你我啥子写了情，乃无必定是负你，哪怕刀山火海险，我俩生死好一起。姐姐，到了这步田地，我怎么拒他呢？再去京城，再去京城，去了也不是怕去吗？不，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该去。姐姐，想去也没有路费呀。乃屋的命比什么都珍贵，这样把家里能买的东西统统卖掉，凑足路费，你看是哦？好，我们整理一下。大人，你要的申报拿来了。有什么新的文章吗？登了一篇题目是《余杭隔壁市地审游记》。文章是怎么说的？文章说杨案已由你大人提审，但不知聆审之时是非真人今日旁听非。申报又想来凑热闹了，说下去。报上说实是秘密提审，这个案开供，万人仍难团结，报纸也无法登录，天下人已难定其是非呀。好，天涯人难定其是非，让天涯人来定是非，那还要我们当官的做什么？那是传令，审案绝对保密，一律不准采访。是。
大爷。哟，你们又来了，我也得下令不准团聚了。大爷，我看你们可怜，去让你们见一面，少说几句，快些出去啊！记住了吗？好，知道了。去吧。来。内务，姐姐，裁缝，内务，裁缝。你的眼睛怎么了？眼睛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啊！不要哭了，内务，我和裁缝要再去京都了。怎么？我去京都，裁缝也去？是，我姐姐也起去。你眼睛都看不见了，怎么走路啊？我爸也要爬到京城去，你完全不明白，我活着我做什么呢？这药啊，看来是平不了了。姐姐，你们不要再费心了。弟弟。他是一条根，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心连心。你我不必谈传说，生死本是同一生，世事等一世，等生是一生，生命长期去弯路，但愿等生死一生。姐姐，裁缝，我是内务不相生，自来关注不少人，两次进京皆无用，再去京空也无门。去世一生也要争，不能等死不惧生。弟弟保重莫灰心，看灯前情
看，便知道我杨乃武冤屈难伸。举人便放人，私分扫地，亚得从营的乃武归天。哎，大姐，快，上队来人扎街了，快走！财夫，姐姐，财夫，关山走走，你们要保重啊！哎呀，快点！董帅啊，娘，余杭的那个案子怎么样了？那个杨觉珍回去之后，也没有一点消息。娘，刑部正治已经在研究杨案，提出不少建议之处，儿子啊，正在看卷宗呢。天可怜见呐，能早选吗？过几天朝廷要开求审大典，这个案子能不能平反，都由三法师决定啊。你能参与吗？娘，儿子是刑部右侍郎正二品，能参与。那你就该为杨乃武说句公正话。是。自古做官先做臣，做臣就要做好臣，为官清正是神圣，为官不正是责任。娘不要你三计为神，恰要你良心俱诚。你啥事为官愚蠢不害身，就对得起百姓和先生。儿子精正母教，一定为百姓做个好官。快起来吧，娘真可怜杨乃武这一家，那个杨觉珍啊，都哭啊。小心！来，姐姐，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不早了，
赶快去找个对说的地方。哎，来，小心。裁缝，天已晚了，这里有一座暗堂，我们在此去宿一夜吧。哎，师父，阿弥陀佛，我是过路女子，天黑不管走夜路，想借宿一夜。施主请。来。施主请。哎。二位稍等，哎，师傅有两个过路女子来此居宿。哦，请进吧。两位施主，师傅有请。哎，师太慈悲，我俩十分感激。阿弥陀佛，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夜路难行，理应受累，唯心宽察。是，谢谢师太。请。这位施主的眼睛怎么了？师太，我家遭不幸，她丈夫被误，深夜大牢，命冤曲绝。她这双眼睛，真是一夜难尽啊！善哉，善哉！此次冤苦，真是人间悲惨之事。两位施主，听是浙江口音，独步长音，医药厚望。为弟看决命运，因家财已尽，只能独步上京告状，一去早雪。此情不灭，此心不灭，苦不灭，生也不灭。施主，这样吧，你们先去永宅，晚上再做长谈。多谢师太。风起剑堂，云作烟。浙江何止有情牵，古语对我复古雪。
青帅意外，月台浮石难久偏，可饮比公负不得，是非颠倒谁有细节？大道人人实意嘛，非有君子曾为言，临死气血去君子，大逆不知，内生天亮了。杨家大姐，杨夫人，你们父亲命冤，并你无意相助，深为不安。昨夜写了一首泣血哀字，让你们带往京都，向京城的这些官员求助，请他们上奏朝廷，愿按倭寇招降。师太，你的恩情，我在这里跪谢了。亲戚，亲戚，路上保重啊，一路最好。路上保重啊！姐姐，自云问的师傅为我们写了这样好的案子，一定是个才女吧？她怎么会做尼姑呢？从交谈中，才知道他的法名叫知景，始终不肯舍他的身世，看来也有万般痛苦埋在心底了。可惜呀，这样的才女，竟然做了尼姑，失了苦门。世上多少伤心事，何止你我两个人啊！是啊，快，好，快走。站住！姐姐，站住！好话，你们这是立下奸恶，不伤性命！快点！快走！拿下来！好话，大哥，我们是落难之人，没有什么财物呀，放我们过去吧！不行，拿你！拿！我进去我支持吧去！大哥，真的没有财物。包裹里是几件军衣，是一张长纸啊！我弟弟被官府误判死罪，命在旦夕。我们是长期高长的呀，不能拿走我的长纸，大哥！好长的，大哥！不能拿走我的长纸！我们是征讨寨主之命，政府骑兵提前引导，有话跟我们寨主去说吧。这些腐败官府该杀！一个好端端的辛苦举人，一句无功，竟成了命运倒下的死局，可怜呐！姐姐，两位女士已经请我完了，小妹，快请他们到这里来。哎，
进来。这就是我们寨主。拜见寨主。两位大姐，不要这样，让你们受惊吓了。快请坐。这是你们的银礼，请看看有没有少了东西。多谢了。两位是为杨乃武的案子去京城告上。是。那你是？我是杨乃武的姐姐。我是杨乃武的妻子，一个上我生命的瞎子。你推上公案，三名为丈夫喊冤，难得。你们是怎么知道的？申报上都有登载呀。这世道太不公正啊！妹子啊，你如此悲伤，莫非？大姐，我一家的命运和你们一样凄惨呐！我父亲远在边关为将军，奋勇杀敌，立功勋，左将毛公家到手，五年通的月月情，老夫人在才发长，老母亲也是伤心的个夜深明。我曾是有脸本领，姐妹力在3年，发誓此间少里，天天领堂，究竟是长罗南人，罗南原来两位妹子也是苦难众生啊！杨大姐，你们徒步千里，在此上京申告，余途何来？妹子啊，你不知道，我弟弟已被判斩，命在旦夕。我和弟妹拼死上京，相关在取胜大殿之前，去圣上放开一面，再生并冤呐！关在取胜之前，哎呀，大姐，取胜是在8月中旬呀，今天是8月初10了，此离今日还有500里之遥啊！姐姐，我们遇爸爸了，责怪我眼下引路艰难，耽误了事实，害了乃武了。杨大姐，杨夫人，不要紧，不要紧。这样吧，我和小妹加葱送你们到京城。妹子啊，一路官兵，伤你冒险，打击我不管当啊！我自有办法。小妹，准备筹粮，踏上双马，连夜启程。是。妹子啊，你恩宠是山呐！快起，快起啊！多谢你养育心肠，难得山高水长，我此去
谁能找寻离身旁？永志多方。老男人同命相连，应该愿生相帮。但愿这快马前世去难你，地无娘，地无昔年头，儿子亏婚远程，却是偏绝妙身边奇闻。八大宝剑列论证，三世再生难否定。杨巡无要我尊远盼，看来必须披奇经，不能举转八部剑，只在文中进八兵。一旦把兵一到手，便万远盼定死因。吴月台这里有消息过来吗？并总政没有消息过来。哎呀，这个吴月台这么长时间了，在杨南屋的床子里找不出一点雷动来。哎呀，找到了！哈哈，杨乃武啊，杨乃武，你是一位绝顶聪明，你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是谁呀？你以为捏造事实口骗人，知不知山大雷动一路赢，莫道有的非应的，有关才能找把柄。来人，人，黑桥，立刻去请吴衙门。是。哎呀，吴月台，总算见到你了。听说你闭门灭声，官方盛宴，连申报的方圆都无从打听消息，是真的吗？啊！哎呀，此乃杨中人所教也。哎呀，够切了，请，好，哎，请，请容上茶。吴学台，请用茶。请。吴学台，可以受得。其实下官并未提升，杨乃武与必修过。啊，那钦差大人在干些什么呢？啊？再多几问啊！哎呀，你还有空也去读书，
必须的啊！只有闭门苦读，才有收获，才能一生平安啊！哎呀，什么天书有此作用啊？此乃杨乃武所知，是命二次开婚完成事业。杨乃武自知才高难卖弄，八大宝剑成威风，申报旋转进全国，升官无言报反攻，下官闭门苦念读，发现谎言在其中，精神落在我的手，为子圆团一笔功。哎呀，吴月台，不愧是文坛宗师，什么样的文章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呐！啊，哎，你找出些什么谎言呐？啊，实际其要案有3。哦，哪3条？杨乃武在城池中说，原来必须姑租用杨家的房子，是杨乃武叫他本册，必须姑记恨在心，因恨掐锤，明案出来，并误判了他。经查却无此事。这是杨乃武为开脱罪因，自己独算的谎言，此其一也。哪儿呢？城之中说，余杭园令吕旭通之子，名叫吕子欢，与杨乃武有冤，因此吕旭通怀恨于心，就以淫贱媚毒之罪诬陷他。经查吕旭通之子不叫吕子欢，他叫吕海生。而在天津老家根本不在余杭，杨乃武完全是捏造事实，误判出身官员，十分恶毒。哼，真是诡计挑枪，神机乱药。杨乃武列雷官府作对，那3呢？杨乃武在城之中说，余杭严押数判后春芳，早已必须故心急苦逆，都是个平脸或与他人。经查后春芳与必须故毫无关系，全是捏造，此其三也。杨乃武用心陷我自死，不要给法爷解要梦，杨乃武一句带住3大谎言被揭穿，原因笔路没知道，凭此捏造苦的本，为之原判无差错。众臣，下官还查明，杨乃武姐姐杨觉珍曾到常荫镇钱宝生家中取情，企图买通他写徽状，非人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哼哼，这是水脉深真，财莫大焉。吴大人，此案不胜一明，你我均可以提本上罪，为此原判，去后列举。忠臣，审还是要审的，不审别的，只要紧紧追查这些谎言，便可置其于死地。到时我在罪字上附上造册，并可定验了。好，好极了。
武大人不愧是位衙官，势力神灭，风雨不透，佩服佩服！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此案了结，本武想为乐队考级大书一笔啊！多蒙夫人关照，多蒙关照啊！哎，忠臣，钱宝生可是个妖精啊！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来人，这将钱宝生扣押起来。这。屈身大跌，复合前因，此乃天恩浩荡，不负生灵，司法血印，慎重明明。请刑部将国审报来的私营离旧万人，就一地请诸位大人复查，已成新业，下达刑刑。是。山西省保济员刘志新抢劫杀人3名人，罪犯供认不讳，判斩立决。请杀！请杀！批正营营。吾王万岁！万岁！万岁！小心啊！小心！大姐，我只能送你到此了，快进城吧。妹子啊，我们该怎么谢你呢？快进去吧。去吧。恩人呐，好人呐，再不再。山西省吴乡县小子陈宝林及吾被乡绅监万官因催租哀伤身亡。陈宝林自导夜日罪家，刺杀监万官之事，是为对案治罪，判地拟斩。我朝以小立国，
为吾报罪，可敬。下官同天，可敬。可敬。发为重审，易见刑，免死。同意。九珍来了，九珍！哎呀，九珍啊，你，哎呀，老太太安好，好好。九珍啊，老太婆都想死你喽！裁缝，快来见过老夫人。老太太姐姐。快说，快说，快说！这是谁呀？他的眼睛怎么了？他就是我同你说过的弟媳裁缝。哦，可怜的孩子啊！快说，手下实话。谢谢老太太。南屋的事怎么样了？浙江压着不办，他们坚持原判。听说以上报刑部要去批证营营，我弟妹赶来京都，就杨大生，就南屋一面。你们是几月动身来京的呀？我们是6月中动身的。今天是8月中，路上走了2个月啊！哎呀，怎么不快一点呢？没有路费徒步走来，我与眼睛看不见，只靠姐姐扶着走，所以走慢了。这个啊，2个小女子千里迢迢就这样走来，这冤屈不伸，天理哪容啊！可怜你千里迢迢徒步来，千辛万苦尽欢爱，你可知生死大事被担过，今日去身已召开。去身大典已经召开了，一早上早，我儿就去参加求神了。完了，是我南屋打死了。自恨我上年失明难走路，可怜了18大师傅，内无冤屈难申诉，2月本不怕辛苦。不要哭，儿子啊，不要哭啊！你们一哭，把我老太婆的心都哭乱了哟。我问你，你们要关在求生间见我儿子，想说些什么啊？老夫人，内务在生死关头，去生夫人说话，岂不是死定了吗？浙江省余杨县杨乃武美妇托吴一案，光绪元年4月，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岳镇吴瑞兰审理，验据吴瑞兰上罪，认为虐案定罪，并无错实，依法请斩。贾大人，列位大人，刑部陈凤芝对杨乃武一案进行研究，经细细推敲，发现本案有可疑之处。一日，原瑞定杨乃武于隔壁日通奸，遭供有情义，却并无通奸实据。2日，
卖砒霜事件，事件不对。3日前报称卖砒霜及杨乃武是重要证人，但必与杨乃武当当对质，不合证据。刑部审为杨案应列为可疑，需经核实，方可定谳。此案影响很大，报纸大量刊登，舆论哗然啊！犯人家属多次进京证控，向来必有不实之处。本院动议刑部认定可疑，予以复审。此案可疑数甚多，是该复审。同意，同意。好，由本部局执长就亲自裁决。下一个。哦，母亲回来啦！你看看谁来啦？哦，亚大人，是杨家大姐来了。哎，这位是杨乃武的媳妇，他们千里迢迢徒步走到京城来的。哦，今天取审乃武的案子有没有？审理了，审理了。那怎么审理？在求审大典上，杨案定为可疑。这可疑不平冤。母亲，求审无权平冤，只能对各省上报的死罪案提出4种建议：一是肃清，同意判决处死；二是可轻，就是说谁应谁实，但可以怜悯的，给予减刑；三是完决，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暂列决，暂不应刑；四是可疑，就是说案子未清，尚有可疑之处。建议复审查实，杨乃武定的就是可疑。亚大人，你是说乃武生要复审？对，这是求审大典上最好的一种结果。那由谁来复审？由刑部吗？不，这要由省长裁定。据我估计，万违发违，这将不能发为这将，亚大人不能发为这将啊！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快起来，母亲，快起来呀！杨大姐，
案子交不交刑部，不是刑部说了算，那是圣上旨意裁成，下官如何发旨啊？儿啊，难道你们当官的去跟皇上说一声也不能吗？啊！娘，当京官的可以写奏折，特别是言官可以上奏折，向圣上提出请求。那你就赶快去找言官，要他们写奏折，将案子交刑部审理嘛。哎呀，娘，好，这样吧，让我想一想。杨大姐，你们不要紧，陪老太太说说话，让我慢慢去办，好吗？谢亚大人，你去办就好。来，觉珍、裁缝，我们走。谢亚大人，我们到后堂说话去啊。阳关上走，有其秋生大殿，殿可你刑部指令要接达，到教父母难解析。为了负担不审查，至今变成落汤鸡，怎能保住无伤亡？思来想去，没知何意。大人，据监狱禀报，真人简报生9月老王实验喊叫，甚至恍惚，只怕于事越重，请求派医诊治啊！什么？简报生有病？是啊，据院长说，简报生常常挨坐在地，不饮不食，不言不语，于是为得状喊叫。他喊叫什么？我不该人，我不该人，我不该人啊！刘西东，你害我，你骗我，你骗我！啊！钱宝生乃是杨乃武一案的重要证人，刑部真要我为大，为什么不让他与杨乃武当堂对质？钱宝生如此喊叫，定为反攻，这一反攻，这案子就成了无证公案，全部推翻了，这怎么了得？这怎么了得啊？是啊，钱宝生根本不认识杨乃武，说是当堂对质，真假立见呀！大人不能让他对质啊！刑部指定要对质，我怎么阻挡得了啊？大人，不是有一句话叫事无对证吗？啊？什么意思啊？大人，他已病得不轻，院长要求请医诊治，大人何不照准，让医生去看看吗？请医生啊，这医生能把他治好吗？大人放心，此事就交给小弟去办，保能成功。好，是把钱宝生的病治好了，从中遇上，去吧。是。哦，他就是简报生。
我不去对账，我不去对账。我以前说的都是假话。我不上公堂，我不去对账，我不去对账，我不上公堂。好。钱老板，你别怕，我是医生，来接你看病的。不去公堂啊，不去公堂。看病。我是开药店的，我自己就是医生，我要你来接我看病。我是性命无药可治啊！求求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的病就会好的啊！好，不要急，你告诉我患了什么性病啊？来啊！我告诉你，杨来福没有向我买过砒霜，好，我也绝对没有买给他砒霜哎，是余杭园林刘先生硬逼我说的，他还叫我先来包贴，怎么说话不算数呢？把我关起来了，你看，我要出去，我要说真话，我要回家。我家中还有70岁的老母亲等着我照顾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起来！哎呀，起来！把病看好了，就让你回去。亚太大人吩咐，吃了药，病就好了。让我看一看，什么药？不用看，你呼气太沉，得歇一歇，清清肠嘛。来，喝下去。啊！我不吃，不吃就滚！我不吃，来，我不吃，过来吧你！我不吃！杀人灭口了！救命啊！臣要请二位大人来设下一叙，二位都不请示来了。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嘛。杨乃武案子。请，好，请，请，好，请，事情舆论哗然，实为朝廷不利。你看，这列申报登的杨案文章，指责批评毫不留情啊！我这里也是。光绪元年7月8日，新案续文；8月2日，省余杭个别事案查文；8月30日，省余杭梅府案查证。大清朝满朝官员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案子，都在议论这个案子。朝廷岂能登言失职？岂能让地方官为所欲为？地方神官太张狂，不问舆论震天响，不差一点掐不累，欲盖弥彰，把人光。欺我王常常聪明，欺我言官太窝囊，面包钱，今日判案起，为民伸冤写罪章。好。神啊，不愧是言官有胆量，就是人为忠良。
谁笑？赵刚不用他去往，今日大人上罪责，是王子地方官吏也本当。对，我们真的不仅是杨乃武冤或不冤，而是不许大理趁胜要案，任意专询有心欺瞒本必为奸，这外了得。因此必须亲自严查。借此案以说激刚而遭窘解，不知卞大人是何喜呢？我正要听听二位告诫，看我写的妥不妥。好，洗耳恭听。这韦大臣巡办重案，委却众人，亲自递交刑部审办，依照并允而复审新事。好，明确。也是中的。我把这个淌水的山芋扔进你们刑部了，怎么样啊？你比我光彩，我是刑部节日中，当然不好说交给刑部审理，这项请派大院复审。你是户部言官，当然可以说让我们刑部审理，不过李玉呢？我这样写，此案传闻已是一非一实，今日外界议论，皆为甘月镇与吴镇杨昌军数日相好，即办理此案，外事孽力，众人偏袒。于案中紧要关键，并为秉公寻究，势必审算按原定罪名已结。好，最好再接吴瑞兰一刀。当然，你再听。而吴瑞兰书本文正，从未办过英明事件，其随人切子不能平反，本在意料之中。这一道宽重要案，最后怎样解狱呢？据我提出，可非得将于子将全案审证卷中递交刑部详细研究。什么？这是研究，不及审讯？不要一口切过地旁嘛，研究出毛病来再进一步嘛。卞大人不愧为审案圣人之道，提得好。我让刑部研究，是蒙恩准，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没有金刚钻，必然之气物，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能耐呀？别小看我们刑部了。小李子，杨武宽什么戏啊？宫内生病做的戏，我都看烦你啦。卫兵组织，奴才吩咐是传外地的戏班子。外地的春台班就很不错嘛。上班于三清唱四郎，吴锡老唱铁金公子就很好。就是，奴才还叫吕关山唱团庆响马，陆太子谁？陆太子就是陆胜奎。是他唱空城计是哪谁呀？组织声明，奴才就是叫唱空城计自由组织，亲自给他配的司马懿。不错。关于你，接下来就是一周大戏军营会了。镇长跟的陆硕、陆胜奎的诸葛亮、徐小香的载誉、吕关山的将官。哟，不得了，名角儿全上了，连角儿都是群英为了。启禀老佛爷，户部记事中编报权与本上奏。什么事啊？是为浙江余杭杨乃武冤案事。这些小事儿
接着谁来烦我？杨乃武的案子，我不知叫傅瑞来去复查了吗？吴瑞来没审好，引起了众怒，申报连篇登载，警官也作有反应，都请朝廷叫刑部审举，以示公允。什么？这么个小案子也闹成起来了？陈公公，你也老糊涂了，老夫爷正在伤心呢，这不是老夫爷不开心了，这些小事叫刑部研究就研究嘛，干嘛要为老夫爷呢？好吧，小李子，你叫军机处批叫刑部研究，快快能研究出什么来？陈公公，你听见了吧？还不快去，我还要跟老夫爷说戏呢。老夫爷请坐。老爷回府喽！哦，爽儿回来了。哎，丫头，快请老爷到这里来。是。母亲，儿回来了。东川啊，找眼官商量了吗？你看觉真他们等得心急呀。母亲，杨大姐，户部便报见大人，已经上奏朝廷，请太后把杨乃武的案子叫刑部研究。亚大人，什么叫研究呀？研究嘛，就是把全案材料交接刑部，仔细查看下子，看看有何不清不实之处，再向太后奏告。天哪，这还要多长时光啊？是啊，大姐，不怕刑部审事实长，怕只怕又把此案交浙江。看起来太后无知冤难泄，同在我无力为天平冤枉。觉真啊，太婆，你们不要伤心，老太婆一见你们伤心啊，我的心就好痛啊。双儿啊，你就自己去跟太后说说，要他娘，儿子官小，怎能随便去见太后呢？那你就眼看杨乃武成为刀下冤鬼嘛。母亲，此事是急不得的，要慢慢想法子啊。母亲，奶啊，奶啊！双儿啦，你只知道奶啊奶啊，你有没有想过杨乃武冤啊冤啊！老夫人，杨乃武其冤是必分，真神心上昏怪，把他送进王世城，事故多少真则神，常理这一命不平。我想今日门堂相赴会，这房里民间疾苦记在心，哪怕是出万容易对无啥，该为百姓去清明。杨乃武冤案得朝夕，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不愧朝廷。
起来吧，快起来吧！亚大人，我在来京的路上，正在一个疑案之所，案里主子与我长谈，他要我到京以后联络这些警官，请他们联名上奏，也许内务与昭雪之人。他还为我写了一首哀字。亚大人，好词，好词啊！联络这些警官一起上奏，看来这尼姑不是登言之辈呀，母亲啊！联络这些警官是个好主意。既是好主意，那就快去办吧。不过什么呀？娘，在京城的这些官员很多，总不能一个个上门去求啊。亚大人，让我和蔡凤去规矩他们吧。不妥，那就把他们请过来。这要有个名目呀。这话也得呀。姐姐，哎，对了，双儿啦，你不是要为我做寿吗？是啊，就以我寿带名目，请浙江警官前来做寿，那时再让杨家大姐向他们哀求，不就成了吗？不妥，娘是切着大人，儿子早有准备，要好好请我一下，怎能变成为人求情的虚伪呢？哭哭啼啼的，岂不冲了娘的寿诞喜气了吗？真是啊，老夫人，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你们这自己也不自己儿啦。虽然哭的固然不好，但是救得难无，便是积德。积了德，上天就为师傅，就为天寿，活到100岁，岂不更好吗？好，既然娘这样说，儿子就依娘的主意办。对，但求娘长生不老。长生不老是没有的，多活几年也是好的咯。王大爷，罗大人，请。大人到！我喜啊！请。户部处是张真大人，潘世江大人，侯卫军大人到。崔福超大人，吴长军大人，徐世成大人，徐世成大人，新百里来了。请。陈秀成大人，温树堂大人，大人，请，大人请。来，请坐，请。翰林院编修许金城大人，工部员外郎吴文茂大人，邵玉莲大人，总司梁有堂大人，礼部主任陈其正大人。诸位大人，贾某7日瓦诞，做儿子的本该为母大庆，只因年故之下，不管张扬，奉老母之命，专请在京这些同乡来写下一句，一为老母作寿，二为长与乡亲。能博得老母欢喜，也算是尽了儿子的孝道。这是劳动了诸位大人广空之资，下官这次谢过了。谢过了。大人何必客气，为老太太作寿，这是我们小辈的应分，何况又是同乡之谊，这情分嘛就更深了一层了啊！是啊，快请老人引出来，让我们摆寿啊！对，快请老人引出来，让我们摆寿。慢来，老母有命，
此次作贼打破惯例，先实现后作贼，老母还有事与诸位大人商量。老夫人，大人们都在花厅设宴了。好，觉珍啊，你把炒好的切血全如案子接我。哎，老夫人，我们走啊，走。老夫人，好，来，哦，来，哎呦，门上，哟，好人进来了，我进来了。诸位大人好啊！哦，免礼，请坐啊！老寿星请上座，让小辈们为寿星拜寿呀！老身生日，岂管惊动诸位大人啊！今日这为我们家乡来了2位客人，带来一篇奇文，想请诸位大人看看呐，再请大家来寒山虚位。杨队，在接诸位大人送文稿。是。大人请。大人，请。是浙江的案子吗？哎，这不是杨乃武的案子吗？啊，夏大人，这案子怎么到现在还没审结呢？几年了？已经拖了2年多了。申报上登了不少文章，舆论哗然，看来浙江地方官员确有转型之笔呀。夏大人，你是刑部侍郎，此案已经确审，是怎么裁决的呀？确审时，刑部发现杨案奇异之处很多，定位可疑。以上罪皇上，可到现在未上谕下来。本案多次此为浙江复审，浙江多次维持原判，看来非我们刑部出水不可。可是没有上谕，如何奈何啊！因此，请诸位大人来山下商量。杨乃武的姐姐杨觉珍，妻子转彩凤就在这里。诸位大人，可否听听他们的愿景啊？好，我们这边听听啊！觉珍、彩凤，你们出来！大人，救命啊！大人，救命啊！举人变万人，斯文扫地。有待通引的乃武跪天啊！大人，杨乃武冤枉啊！浙江神官不见脸，草菅人命去望天。去望天，不做
儿女，功名一旦花飞烟，归头到头上远，顷刻间雪飞尽。我们是几番月事是不得，头内残生等生缘，满腔冤屈无此数，爱是一片竞争大人间，谁能记得第一名？大人是公儿盼待，谁可怜呐、哼，可恨可恼！丫头，快接他们扶起来，来，起来吧，起来了。下边神官如此草菅人命，官官相护，不理睬营部的正义，岂可容忍啊！我等岂能细水旁观？杨大人，你说要我们做些什么？这位大人，杨觉正两次困困告上无用，是因为身背言。王淑瑞便抱见两位大人也等写着上罪真无妖，是因为势单力薄呀。我想18位大人甚至联名取着上罪，朝廷不能不震动，或许能使杨乃武得早些呀。对，此言不平，臣乃斯文扫地，天理难容啊！大清不清，我们还做什么大清官员？写着字，列明写着字。对，列明写着字，甚好，甚好。这位，请当我书房拟告，事后啊。好，说。母亲，诸位大人的这份手礼，可是您老高兴吗？多谢诸位大人啊！觉着裁缝，快去大人们磕头。是，君命之恩，永志不忘。哟，御史大人，好啊！夏大人，看你急急匆匆找我有事。不愧为督察院总监，明察秋毫，无事不管打扰啊。是为18位足级官员奏折的事吧？是，我早就提呈上去了。你们浙江人为浙江的案子这么尽心，也算是乡亲深厚，对得起家乡父老了。此案时经两载，久藤万年，因不研究，多成其意，又是朝廷慎重明命之意呀。此今皇上宠临简奏，启用下力期望，岂只为杨乃武一案早些？哈哈，老弟，你不必在我面前通情理理，你耐心等着审议吧。大人，审议是何？安猜。不过老佛爷曾多次批教浙江复审，这次你们请求叫刑部审理，只恐天意难违，流终不得呀。这可怎么好呢？你去问老佛爷就知道了啊！什么？去问老佛爷？谁敢去问老佛爷啊？
老实说，我这个短聘顶戴的刑部尚书，他老人家没下一次我问话都不能见他。大人，可是这些警官联名追着陪刘忠了，15人全为天心，杨乃无咎，早息无望，必死无疑了。劝为天心，谁能劝？谁敢去劝啊？卑职能劝，卑职官劝，这是没有机会呀。哦，给你机会，你真的官劝？听说杨觉珍与沈宝关系很好。是啊，沈宝主编蒋志祥与他所见，好极，沈宝影响极大，赵总无关不到。我告诉你，恭亲王是立法院总理，更留心沈宝舆论。你就叫杨觉珍去见恭亲王，与恭亲王去见老佛爷，让老佛爷召见你。这能行吗？只此一方，别无他多。杨觉珍一介民务，是否能见到恭亲王呢？等他出府，拦轿还远呀！哎呀，恭亲王的位置个个凶日猛虎，要是杨觉珍被长劫伤命，不是冤上加冤了吗？这件事确实有点风险嘛。杨大人，你让我去吧。杨大姐，这可是生命关天的事啊！大人，只要能为弟弟着想，上刀山下玉骨，我都愿意。凡也恭亲王心生怜悯，乃无我须逾矩了。大人，你快请起吧，让我再想一想。王爷起驾喽！住手！王爷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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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冤枉啊！王爷冤枉啊！好大的胆子，敢来本王的堂家！不是看在你是个无知无人，定然斩杀不可。王爷，民妇与天大的冤枉，求王爷昭雪。有甚冤枉，到督察院告去。王爷，民妇3次进京，正向步军统领衙门、督察院、刑部衙门真空申诉，
前儿2年非贫远远，满城百姓言道，这一句告爱民死子的恭亲王爷听能生育，因此民妇杀命拦轿，据王爷施恩，为民出子啊！哦，什么恩子上你4次赦命喊冤？这将与昂杨乃武一儿吗？你是他什么人？民妇是杨乃武宝姬杨觉珍。哦，杨觉珍，你很有能耐啊！竟让申宝连着几年看等你的案子，少人满天下都知道。你和申宝是什么关系？民妇上京申告，途经上海，在一家饭店碰到江主编，听了我的申诉，并无什么特别关系。杨觉珍，你知道这申宝的厉害吗？小小一张报纸，消息传到国外，外国使馆都来找我新闻。你叫我这个管外国事务的总理大人，怎么向他们说话啊？这案子怎么了？王爷用兵，你是别让我不能不管了。民妇3次上京城，投诉3次过衙门，言官纷纷上奏折，屈臣也罢苦拟定。身上多次交佛身，这将简直冤在民，天下神人实冤枉，升官同比去朝廷，民妇无奈难皇家，反举王爷举朝廷。起来吧。你要本王做些什么？王爷，这将升官关于启王朝廷，是因身上不知内情，实是有人向太后陈情，将本案交予刑部审理，便为水落石出，冤案可平。什么？你要本王去向太后陈情？不，民妇弃官劳驾王爷。那叫谁去呢？一般官员太后不会召见的。王爷，民妇所举之人，是一位为国尽责、为民伸冤、仗义执言、官冒奉献之人。谁？刑部侍郎亚东顺大人。夏东顺。怎么了？哎，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杨大庆，怎么了？老夫人，老夫人，杨大庆回来了！老夫人，杨大庆回来了！杨大庆，快进去！觉珍啊！哎呀！杨大庆！哎呀，觉珍！杨大庆！姐姐，你最哭了，觉珍啊！来，杨大庆，
见着恭亲王了吗？见着了，恭亲王收下了我的书章。姐姐，恭亲王怎么死？恭亲王能去跟老佛爷什么？亚大人，老夫人，现在想想，我不该拒绝恭亲王，我后悔呀！为什么呀？万一太后不悦，亚大人，我怕呀！你怕什么？不怕身心变化多，阴晴雨雪难揣摩。一旦不悦身心怒，只怕他成为长虹。内部怨已痛苦，不曾大人冒风波。就真实的事啊，娘也担心的。娘，待君本来是败夫，庸弱自在一举步。为官实事怕当头，何必去管实事多？娘莫走，也莫怕，是我并舟已相托。待等一子上我去，定教外界教引懿之下请老爷接旨。哦，来得好快呀！更衣接旨。是。刑部御史郎亚东顺听旨。臣亚东顺接旨。圣母王太后开谕，据恭亲王追问，刑部御史郎亚东顺设于要日境界召证，作该院进贡实话，请赐。臣领旨。请吧。等一下，是。亚大人，请。是。臣亚东川窥见老佛爷，老佛爷身在虎江。亚东川，臣在。恭亲王说，你有要紧的事找我，什么事啊？朕死者刑部，求审杨乃武一案，3事皆为可疑。朕上奏王太后裁定，18位这些警官一等联名上奏，
请求皇太后将此案交于刑部复审。已有时日，未见尚于偏颇，不知皇太后作何处置？亚东帅，臣在。你却为这事找我？是。亚东帅，你大胆！一个杨内务，一切草民儿，冤去冤，杀去杀，算什么要紧的事？你尽管惊动恭亲王，上我下旨来惩治，不是生非当上我，待他报天，不怕死。朕不管，太后息怒，杨乃武1814孝，皇太后生育是他呀。朕不是为杨乃武之事来打扰太后，是为太后而来呀。这话急了，关我什么事？讲。杨乃武一案真见过，申报刊在文章多，沸沸扬扬腾万里，舆论哗然满京都。此案已非人事，朝廷为王要立想不到这么一个杨乃武，经过弄成这么一个绅士来。亚东帅，臣在。我不是多次下旨要浙江复审吗？朝廷已经慎重审理了。是，可是浙江省官欲为生意，未能胜任心言啊。他们怎么了？皇太后，太后甚至曾下旨，愿省官员相护，一人专凶不救杀，彼此愿派神波波。尽管纷纷上奏折，要求此案交刑部。自愧大清历来与天子，具体审案不交部，全国都交刑部审，扶持整体乱中枢。老佛爷说的是，不过重大命案，你对神都在，叫刑部审理也是有的呀。譬如道光4年陕西年师傅17一案，同治10年浙江韩普挖空沈京冒公款一案等，均因案情重大，皆交刑部定案。杨乃武一案已大大超过重大，老佛爷做他的批交刑部研究，也是合乎情理的呀。这个亚东帅，你起来吧。谢太后。老佛爷，史今皇上统领监中，岂用下力去忙？老佛爷，现在满世界人的眼睛都看着你老佛爷呐！如果将此案审得明明白白，有冤平反，有罪惩处，神大发于天下，随君皆于将来公正可信。老佛爷，您不仅让世人敬佩，高负生命，而且杀上冤罪超生，功德无量。老佛爷，菩萨都会保佑你长生不老，万岁无疆啊！你当会说话？不过
作为朝廷，是该慎重审明。杨乃武这案子，既然影响这样大，那就让刑部审过明白吧。老夫爷，审明呐！你去军机处叫他们拟旨。在。明则将杨乃武一案所有审判，真正卷宗立即接到刑部重审。遵旨。回来。在。还要写清楚所有审判，真正一律好好保护孽亡杀人灭口。老夫爷审明。去吧。在。母亲，母亲，母亲，成了，是太后，真了，太后正罪，将杨乃武的案子交刑部重审，此案冤枉早泄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局长、参谋，你们快来！真了，太后真罪了！杨大人，这是真的吗？强将不与神，旧横来寂寞深，忠言不语忠精神，爱神堂里放真神。难道谢老太太她？谢老板，你不能死啊！钱老板，内府的儿子遇了传奇了，你怎么去死了呢？我杨家家产荡尽，受尽苦难，只等你一句话呀，钱老板。这不是杨家大忌吗？老太太，钱老板，
既是死的，他是怎么死的？我儿子是10天前死的，官府赠他8万军衣，神已奄奄一息。他是被人下了药。临终前，万岁，我一身清白，地道尽守。哪知被杨乃武一案牵连，被官府所逼，做了违信官禁，死不瞑目呀！老太太，钱老板，你不该死啊！钱老板，你这里谁为内务作证呢？杨家大忌，不要难过。我儿子传世，都是那些狠心官府所为，刑不从身，我去作证。老太太，你爹祖辈害死，我们也有冤情。刑部查询，我愿讲出真相，为你
作证。多谢了，多谢了。启禀大人，浙江渔阳杨乃武一案全部人犯证人俱已如数写到，听候大人审问。贼外相听传。在。待余杭园令吕西东。待余杭园令刘西东。待余杭园令刘西东。叩见上书大人。吕西东，在。你是本案的始作俑者，本案冤与不冤，让你听够明白，才够一棒。是。后生结果喊冤，杨乃武妻子杨专日报告喊冤，带上来。
何人？民妇是杨乃武妻子，杨尊是为父生育。民妇是杨乃武妻妻杨觉珍为弟高昌。呈上长来。杨专事，你为父名冤告状，冤从何来？大圣，冤气冤，我父受，无言我父是冤凶，其身老绝多关在，父与一关能后人讲，一告园林吕西东，他去当陈造郎民公；二告杭州陈知府，他操剑神明是杀虫；三告浙江杨仁福，他亲信下手做帮凶。责任旁，小民冤死落浜中呵呵，杨觉珍，你好大的胆，你竟敢把浙江官员私下道上搞了个遍！吴有德，吴大人，你听到了吗？这案子是不冤不烂，杨觉珍可是犯上之罪。这个是算，杨觉珍，你知道轻重了吗？民妇知道，民妇官告，必予正冤，举大圣念生。你俩退下。是。吕西东，刚才你听清楚了吗？哎呀，大人明鉴呀！出生时，必须故便找人与杨乃武通奸，使杨乃武接他砒霜，再躲避情妇，与吴作生将年事对照，实系砒霜中毒，因此定业，并无逼宫之色呀！传吴作生将，传吴作生将。大老爷，生将，这篇念诗生是你咋念的吗？是，同治12年10月11日，原主带我到太平洋念诗，念得各品联面呈淡青色，口鼻有淡血水，身上有大泡10多个，用银针团为正褐色，擦字不去。是非用草给谁擦洗？没有。你倒是做何技能？小的是北疆砒霜中毒，刀匠是吞了生鸦片叶，因此跟门町生产员发生争吵，后来4个人便点了中毒而亡。大胆！这4个人明明写的是中砒霜身亡，你敢撒谎？拿去看来！哎呀，大老爷，这不是我写的，被人改了呀！雷西东，你听见了吗？大人，神将他无声，你呵呵，
那么你是砒霜是杨乃武向钱宝生压低买的，当时杨乃武不在狱上，与吴玉坤、转传生等人作证，你得指实。哎呀，这些证人都是杨乃武的亲戚，七口并心啊！雷西东，你以为钱宝生死了便死无对证了吗？还有，带钱要是杨小强，带钱要是杨小强。大老爷，我儿子冤枉啊！我儿子钱宝生冤枉啊！你儿子以何冤枉？讲。我儿子没有买砒霜给杨乃武，都是这个吕月玲逼他是买了砒霜，我还给我儿子写了帖子保他无事，谁知上了他的当，我还把我儿子关进大牢，地也关了，生也不明不白的死了，弄得家破人亡啊！大老爷，你要为老夫人伸冤啊！大老爷，冤枉啊！杨小将，简要是讲的是非是实？句句是实，账簿上写的买砒霜一条是后来加上去的。雷西东，你干的好事！大人，案发之后，杨杰珍争取召见宝生，跪求反攻，并结礼物，可见是传统好的，不足为信啊！呵呵，雷西东，你知道往往引不大当，不将你凶残用刑，因此你就可以狡辩。好，本部长4月办法让你开不信我。哎呀！将所有审问证人一直打报，对本部最轻身上开官一事。沿得余杭各平面灌木一句，灌溉季风处，天毛沿途各园风调，完好无损，可见灌木施工必备完了。雷协同，你去看来。是。夫开关。是。年得关内南市一局，因经3年时日，必若今以污染消化，尽以国责。本是今年国责。是。死者崇仁国并无鸿运为策。死者鬼子国吴清河。死者牙齿牙人吴清河。
死者谁之国无情后，死者作此过程王八手，死者全身大小骨折正王八手。今年结果是非被披上毒死。大人，据西院落所在，死者身前所中披伤，亚人谁作过前，应人青褐色。也念明该平连所有国人竟成黄白色。作证，该平连并非中毒而死，而是因病身亡。沿将4个呈报，请大人验困。哎呀，吕西东、圣将，你们还有后生！哎呀，该死的东西！当日年事，怎么将武道包成鱼毒呢？老爷，是你要我是中毒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压下去！看 ，No toxic, no toxic. Yeah, you have no problem. 必须顾 You've suffered the injustice. You've suffered the injustice. You will have no problem. No problem. 啊，一路平安啊！内夫，姐姐，财富，必须过。你看，哎呀，三位怎么可以这样？哎呀，快进去，快进去！哎呀，进，快进去，进！哎，进！进！哦喜啊！两兄总算把云见日，平易远望，平安归来。唉，3年正月，明月一星，为报长义之业。方有今日早雪，申报功德无量，小弟得来叩谢大恩。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哎呀，快进，请，来吧，来，请啊！报纸本是作民而生，何公之语，凡与人心公道者，岂能虚岁旁观，昨日无多乎？来，请，请坐，走，哎。蒋先生，吕先生，内务早泄，健靠好人相帮，没有你们这样的好人，不仅内务早泄不了，连我彩凤也难活到今天啊！
杨先生，你多亏遇了这位姐姐和你的言妻呀，是他们对亲人的爱心，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信心，坚持3年，千辛万苦，才是得以昭雪呀。杨兄啊，你算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了，也是最幸福的人啊！你们不仅救了亲人，还连带救了别人啊！还救了别人？对呀，必须过啊！你想啊，年策不是中毒，而是病死，他便没有没夫之罪了。老天爷，他判的可是千刀万剐的劫刑啊！哼，咎由自取，谁让他诬陷别人，害得我遭此积怨。他不误判你，谁叫他昭雪并犯呐？他误判你，你必自救。你昭雪了，他也跟着昭雪了，这就叫借你的大树好乘凉。他呀，聪明着呢啊！哦，对了，那些渎职官员身上做出处罚了，地报上登了光绪3年2月16日上谕。啊，你们看看。吕学栋是罪魁祸首，革职，法王黑龙江要令不准学术。杭州知府郑罗王氏人民革职查办，巡抚杨昌军不能举事平反，革职。吴瑞兰依城为伍，革职。候补资源陈锡高及无罪之父绍兴知府王爷爷令、阜阳爷令都被革职。张仁祥已被削减。必须过的伯伯沈玉日诬告都4年。那个武作升将张100，驴2000里。门丁沈彩娟张100，驴2000里。关于那浙江安徽市快活生死了，医生陈竹山钱宝生多死了，免你。上至2品大员，下至武作门丁，也大半里。杨兄啊，这也算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吧？啊！恶报自多，可见官场太黑。但愿今儿不成乃吾之冤，少有官员之罪，消灭轻生。好了，人生一夜总算是翻过去了。杨兄啊，今儿作何打算呢？心灰意冷，老是散令而已啊。我道杨兄二次开婚成事，世虚年间言之锋利，文采飞传，真是文笔高手。在下欲一律杨兄在申报举职，不知杨兄肯负举否？这还是先回家吧，在家好好调养，永后再谋不迟。彩凤说得对，先回家吧。好，申报虽是欢迎杨兄，那就告辞了，一路平安。都谢了。内务许姑就在这正殿外出家，我进去找他。内务他也很可怜，
算了，不要去找他了。姐姐，我恨啊！十年苦头，终聚成。因他个这永志名，3年远远苦难忍，满身银伤痛断魂。我要问，问他为啥不派我？问他对我有啥恩？鬼门关外见面归，他总要对我说一声。啊，阿弥陀佛，世子有何贵怪？啊，你是紫金师太？真是凭你。哎呀，乃父，这位就是为你写了7血9族爱子的紫金师太呀，还不快拜谢师太！师太大德，乃父永生不忘。啊，算在算在。普度众生，救苦救难，是佛门应做之事，何怪也行。施主此来有何贵怪？听说必修姑在此，得来就见。小爱没有必修姑，只有凭你心水下的一个弟子，发明为定。施主，请回吧。不，他就是必修姑。我一定要见他。必修姑无言施主，难道施主没有无言他吗？啊！你在2次开荤阵之中，编造了不少对他的无言之词，几乎置他于死地。可见善恶皆有之身，恶气才会有必修姑无言好人。刘元林哭因别功，杨云武草菅人命，吴也得官官相护。冤案等身，岂知命丧父骨？算是再有你的妻子，你的姐姐散在本罪名曰路人相助，申报常理，尽管公正。冤案得以平反，死者得以超生。所谓天堂地狱，皆在人间。恶便是地狱，善便是天堂。并你望施主从此从善，不成怨恨之心，谁必能平安终其天年？身心人物，言之而生，叫我所能平安终其天年？他总要还我一个清白呀！必须姑在狱中早就写好血书，赠你清白。施主请看。1、2、1，你蒙受天大不法之冤，深深受尽苦饮摧残，遭终身之尽。此事终身难忘。我于2年之间
绝无半点私情，清清白白。儿子死于晚年，可并此辞掉，为朕。神忏悔，算莫大业，何必结怨孤身？并你正你爷爷，算我生于心，情所结于身。10年多事的传头，3年元月好文章，好文章。老君没有人言你，必有好人来相帮，来相帮。没有权诈小人在，必有义士在身旁，虚过自在。